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在今天，我们要来到主面前，一起来领受，一起来敬拜。也愿上帝持续的与我们同在，在宝座上祝福着我们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在你宝座前，愿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带领着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将自己降服在上帝的面前。宝座上的神，在你宝座前，众天使匍匐敬拜，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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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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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宝座前，我献上我的敬拜，我高举双手，扬声敬拜，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。在你宝座前，众天使匍匐敬拜，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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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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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。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你祝福我们，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在你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大大的张口来敬拜你，让我们高举我们双手来敬拜你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扬声的敬拜，扬声的欢呼，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上帝，愿在当中将恩典
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也愿众天使与我们一起敬拜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当中高呼哈利路亚，赞美上帝。愿主你的恩典、你的救恩、你的荣耀、你的全能，都归于我们的上帝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，来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这些都归荣耀于你。主啊，当我们再次到你面前，也恳求你的恩典赐下在我们当中，祝福着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6月17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14节。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14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以下是俄巴底亚所看见的异象，是至高的上主论以东的话。上主要惩罚以东，上主差遣使者到列国去。我们听见使者所传达的信息，他说：“起来吧，我们要跟以东作战。”上主对以东说：“我要使你们在列国中衰落，人人都藐视你。你的骄傲欺骗了你自己，你的精神是岩石造的堡垒，你的家在高山上，因此你对自己说：谁能把我拉下来？纵使你跟老鹰一样的高飞，把家安置在星宿之间，我仍然要把你拉下来。小偷来，盗贼晚间破门而入，他们只拿走所要的东西。当人采摘葡萄时，他们还会留下少许，但你的仇敌把你洗劫一空。以扫的后代啊，你的财宝已经被掠夺，你的盟友欺骗了你，他们把你赶出自己的国家，跟你和平相处的人现在征服了你，跟你一起吃饭的朋友设圈套陷害了你，他们讥笑你说：你的聪明在哪里？上主说：我惩罚以东那一天，我要除灭他们的智慧人，他们的聪明人，清除他们所有的智慧。提曼的战士将惊惶，以东的勇士将阵亡。因为你残害你的兄弟雅各，你将蒙羞，永被除灭。敌人攻破城门的日子，你竟袖手旁观。外族人掠夺耶路撒冷，把财宝分赃，据为己有。你跟他们是一丘之貉。你的兄弟犹大遭遇不幸的日子，你不应该瞪着眼看。他们灭亡的日子，你不应该幸灾乐祸。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应该嘲笑。我子民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应该闯进他们的城门。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应该睁眼看他们受苦。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应该抢夺他们的财物。你不应该站在交叉路口捉拿逃难的人。你不应该在他们遭难的日子把他们交给仇敌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14节，让我们找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、明天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小先知书里面，俄巴底亚书。这当中让我们看到了，其实他蛮特别的，他直接讲到说是谁的，上帝透过谁来传达这一些，而且对象在针对的以东。其实以东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其实以东就是以扫，跟以色列是兄弟，以东跟以色列是兄弟，也就是以扫跟雅各是兄弟。所以当中这样的兄弟没有互相帮助吗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看，就像那成语兄弟阋墙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兄弟，但是互相的落井下石，而不是互相的帮助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类似是如此，兄弟之邦应该是互相帮助的，但是却是互相落井下石，互相陷害。这当中一直在想着别人怎么样，然后要得着自己的利益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或许这样的过程里面，也就像我们可能在谈的十诫里面的最后一个，不要去贪爱别人家的东西。其实你会说打仗怎么会贪爱别人家的东西？但是你该帮的时候，你却是出手去助纣为虐，然后顺势的得着一些利益。其实我们的人或许也常常会陷入在这样的境况里面。我们现在看见经文里面在讲到说，以下是俄巴底亚所看见的异象。所以这样的先知上，虽然他的经文非常短，但是上帝也使用他，使用了俄巴底亚，给他异象，给他异象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其实也不在于我们著作有多少，而在于上帝怎么使用你。许多时候都会觉得我要留下很多东西。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在看的彼得在写前后书的时候，他留下这些文字，其实也就是让他们能够留下来，帮助他们在信仰的造就。所以很多人或许他有博士学位，很多人他会讲了很多东西，但是你会发现他讲了很多废话。留下东西是为了要造就人，要帮助这些人，而不是留下很多废话，很多没有用的东西，你写的再多都没有用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在学术的著作里面很重视的是你所写的这些东西有没有贡献，你写的这些东西有没有被引用，有没有成为别人的帮助，而你的引用是你互相的帮助而已吗？我用你的，你用我的，让我们的引用量很大。其实引用量很大，重点在于它有贡献，它有创新，而且这些东西真的是有帮助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追求一些虚空的东西，就像很多的网络的东西，大家都在追求按赞，都在追求流量。但是有没有发现很多流量是假的，很多流量是买来的，是虚假的。现在很多的剧，很多人都在讲说很多流量是假的，离开了某些东西，那些流量就不见了。当你不再花钱，流量就不见了。但是很多人也是用流量方式花钱去买流量，然后让自己成为网红。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？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会觉得谁写的著作比较多，但是我们一直回来在讲的是上帝的心意。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？俄巴底亚他被收录在当中，我相信也是上帝所重用的人。虽然他被留下来只有这短短的20几节的经文，然而在当中很重要，因为上帝给他看见异象，他还把这些异象传达出来。而他所看到的异象是什么？是至高的上主论以东的话。所以这些话语是要给以东的。其实上帝有没有祝福以扫？我相信也是有，但是把最大的给以色列，最大的给雅各。所以这些话这边这样讲说，上帝要惩罚以东，上主要差遣使者到列国去。我们听见使者所传达的信息，他说：起来，我们要跟以东作战。所以这些话语我们看到也是在对以色列讲，也在对以东讲。
所以在当中，很多时候，当我们不愿降服、不愿照着做的时候，许多时候上帝也会使用其他的人来带下这样的惩罚。或许让以色列人去惩罚他列邦，也或许让列邦来惩罚以色列。而在当中很重要，也就是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。上帝动用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要把人带回来。我们昨天在讲道当中讲的，其中有一项很重要。当我们要成为圣洁的时候，需要跟人和好，需要跟上帝和好。所以当我们跟上帝和好，我们自然的应该就会自然的跟人和好。而我们跟人和好，我相信我们也会跟上帝和好。所以当你的生命里面有上帝，当你愿意回到上帝面前，当你寻求上帝，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，这两个方面都会要改变，都会改变，也要改变。很多人说我敬拜上帝，我服侍上帝，但他的人际关系乱七八糟的，他在家庭里面很多问题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，你回去把你的家庭治理好，不是一直躲在教会，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，不是一直躲在教会，而是我们真的要踏出去，进到家庭，进到社区，进到你所在的许多位置。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上帝要惩罚以东，上主差遣使者到列国去，我们听见使者所传达的信息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收录了这些先知们，收录了这10几卷的经文。但是上帝的使者并不是只有这些而已，上帝的先知也并不只有这10几20位而已。上帝所拣选的天使，先知非常的多，使者非常的多，然而在当中只收录了其中一些。其实我们来看，当我们读了列王记的时候，里面有几个蛮特别的先知，以利亚跟以利沙就没有这样著作，但经文里面却有记载他们的事迹。所以在当中讲到说，他说起来吧，我们要跟以东作战。对列国来说，起来吧，我们要对以东作战。所以上主也对以东说，我要使你在列国中衰落，人人都藐视你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主权在于哪里？在于上帝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很自高，我很有钱，就会在那边渲染说我很有钱，我的国力很强，我们就会渲染我们国力很强。有没有看到列王记里面有些王在炫耀自己，我拥有很多。所以你会炫耀的时候是什么样？就是因为你觉得很多，所以你们来看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先知就跟他说，这些人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之后都不会留在这边了。你在炫耀什么呢？你所炫耀这些都不会存留下来了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会夸耀自己，我拥有了怎么样的财物，我拥有什么样的财产，我拥有什么样的力量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拥有上帝对你的恩典与祝福？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个，我们所炫耀的是这些。但是当我们在读到保罗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夸耀的是什么？他说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，因为在软弱当中显出上帝的刚强，显出上帝的大能。不是在炫耀我有什么，我的能力多强，而是在炫耀我有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大能就在这当中。我最软弱的时候，也是上帝大大的使用我。所以那些被上帝高举的人，其实他们是在高举上帝，他们依靠上帝，完全的是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来掌权。所以这边讲到的是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谈到了以东在炫耀自己，他夸耀自己，他这样的骄傲。所以上帝说，我要使你在列国中衰落，人人都藐视你。其实我相信以东这国家应该也是骁勇善战，他们应该很会打仗，他们应该是人高马大的。从以扫身上来看，是这样粗犷的一个民族。但是在他们的骄傲当中，在他们的贪婪当中，上帝回来要惩罚他们。这边讲到说，你的骄傲欺骗了你自己，
你的骄傲欺骗了你自己。所以在你的骄傲当中，如果人在骄傲当中会看不见，常常因着人的骄傲，你看不见上帝的大能，你也看不见你的软弱，你也看不到那个陷阱。所以他说，你的骄傲欺骗了你自己，你的京城是岩石造的堡垒，你的家在高山上。其实这个感觉有没有很像大卫在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攻取耶斯列城的时候，就是那样子啊。当他在攻取的时候，上面的人说：“哇，你看我们这边瞎子跛脚的，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话，你也打不进来。即使我们这边如果都是瞎子跟跛脚，你也打不进来。”但是在那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给大卫聪明智慧，知道怎么样进去，把他打下来了。在你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夸耀许多的，但是重要的是，这个地方是上帝要给你的，要夸耀的是什么？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的骄傲欺骗了你自己。有没有看到那些骄傲的人常常看不起别人，而那些骄傲的人常常很多的盲点，因为他拥有了某些东西，所以他觉得他可以骄傲，而他觉得他可以骄傲，也用他的骄傲，也用他所拥有的这些来欺负其他人。当你拥有这些，会不会过了1、2代、2、3代，这些也都没了？所以这边讲说，因此你对自己说：谁能把我拉下来呢？谁能把我拉下来？这不就是一个很骄傲的、很自傲的讲法？谁能把我拉下来？谁？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啊，随便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人都可以把他拉下来。上帝预备了这些，我们看到上帝做了这些，所以这边讲说，纵使你跟老鹰一样高飞，把家安置在星宿之间，我仍然把你拿下来。所以你觉得你很大，你也觉得你很厉害，即使你是多厉害的，上帝说我仍然要把你拉下来。即使一个君王也是一样，上帝说这个人如果不再敬拜上帝，不再跟随上帝，不再把上帝的话语成为他所尊崇的，对扫罗、对大卫家都这样讲，因为不顺服上主，不照上帝的教导来做，所以这个位置你们坐不稳。所以后续就让大卫来取代了扫罗，后续让耶罗波安来取代了所罗门，而南国犹大一样坐不稳，依然有很多事情在发生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你觉得你很大，自以为很厉害，但这边说我仍然要把你拉下来。第5节说，小偷来，窃盗晚间破门而入，他们只拿走所要的东西。其实小偷来偷偷的来，他也带不了太多东西，在当中他知道哪些他要的，哪些是值钱的，他偷那些值钱的东西走。而当你在采葡萄的时候呢，也会留下一些，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都摘干净，还会留下一些。当然这留下一些，有可能是他也觉得不需要再花费那些，也或许把它留下来当做后续的肥料，或者说后续的种子等等。有可能像上帝要求以色列人，你要留下一些给那一些贫穷的人，那些寡妇穷人，他说都会留下来。小偷来只拿走他要的，其他的都留着。当农作物收成的时候，也会留下一些。到这边再讲一个对比，就是但你的仇敌来把你洗劫一空。这像上帝要求以色列人，当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把那些人、牲畜、所有的东西都毁掉，都杀掉，不能留下任何一个东西。就很像我们在讲蝗虫过境一样，片草不生。
所以就这样清理洗劫一空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当你的仇敌来是如此，那以扫的后代也就是以东，你的财宝已被掠夺，你的盟友欺骗你，他们把你赶出自己的国家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中，在讲到说你的财宝被掠夺了，你的朋友离你而去，跟你相处在一起的、一起吃饭的朋友，他征服了你，设圈套害你，讥笑你，你多聪明，你多厉害。所以当中这些也都是会发生，或正在发生。上帝也预言这些事情即将要发生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，你的盟友，你都以为是好朋友，你都以为这可以称兄道弟的，你都觉得啊，我们好来好去的。有没有发现，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？在你的生命也是如此。你就是好同工的，你就是好朋友的，他是不是有很多的坏心思在他当中？他们要把你赶出自己的国家，赶出自己的教会，赶出自己的职场。跟你和平相处的人，现在要征服你；跟你一起吃饭的人，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应该设圈套了。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社会也常是这样子？有没有可能你的生活里面，也就是陷入在那里面？这当中也让我们反观我们自己，我们生命是怎么样？是不是也在这当中？他们讥笑你说你的聪明在哪里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没算计了很多，一直在算计别人，一直在怎么样？但是很多时候也回来看，其实我也常常分享说，其实我们就是用我们最真实的那一面。当牧师在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当我们同工在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小组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许多时刻，其实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真实的那一面，而不是在算计了别人？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教会里面，在彼此算计他想要上哪个位置，他要怎么样去运作，他要怎么样去处理那一些。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在算计的人，我们也常说人算不如天算。你算计了这么多，但是你忘记了一个重点。当你在算计这些的时候，真的人算不如天算。当你在算计这些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先降服在上帝面前？当你在设计这所有一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先来到上帝面前？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以东的时候，因为他没有降服在上帝面前，才会带出这样的骄傲、自以为是。我们看到很多王也是如此。所以你的聪明在哪里？我们很重要看到所罗门的时候，他的聪明智慧在哪里？他的聪明智慧是上帝所赐予的，从上帝那边而来。你的盟友欺骗了你，跟你和平相处的人征服了你，跟你一起吃饭的朋友设圈套陷害你。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，但是重点在于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？你的聪明智慧是你的聪明智慧吗？还是上帝带领着你？上主说，我惩罚以东那一天，我要除灭他们的聪明人，清除他们所有的智慧。所以在那当中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我很聪明，我很有智慧，我可以怎么样？骄傲自大在当中，设计了别人，做了很多的处理。上帝说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当我的惩罚临到你，这些都要把你抹掉。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拥有这些，我们要感谢上帝。真的也就像耶稣所说的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再加添给你们，都要祝福给你们。所以不是让自己觉得很厉害而已，我们要真实的降服在自己面前。像昨天讲到也分享到说，在彼得后书的最后一段第3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，当你要进入圣洁的时候，你需要放空自己，你要倒空自己，要虚空自己，不是自以为是，不是自高自傲，
而是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。非常的重要，我们需要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耶稣也说，你们要成为众人的带领者，你要成为众人的领导者，你要先降服下来，成为众人所差遣的。你要先降服下来，成为众人所差遣的。所以当中有没有看到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常谈，在信仰当中我们常谈的，不是你要高举自己而已，更重要，你要先降服在上帝，让上帝来差遣你，让上帝加添能力在你当中，你们要彼此服侍，而不是只是在自己在那边自高自傲。这边讲到说，提曼的将士将金黄，以东的勇士将阵亡。再厉害也是如此啊，再厉害也是如此。很骁勇善战的战士也会感到恐慌，以东的勇士也会阵亡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你残害你的兄弟，你将蒙羞，永被除灭。所以当上帝要去对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，这样惩罚临到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先下手残害自己的兄弟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生命里面，你去伤害你的周遭的人，伤害你教会弟兄姐妹，伤害你身边的这些人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如此？你在那边跟你的兄弟在那边争夺这些的时候，甚至用诡计去伤害你的兄弟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如此？其实有很多啊，会听过有一个家庭，他用诡计，他爸妈的遗产要留给兄弟，但那个大哥把所有都揽在他身上，好像他这大哥过得很好，但是后来看到这大哥，他们家庭，他们夫妻都发生很多事情，甚至过几年，这大哥失忆了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啊，有一些很嚣张的，在某个教会很嚣张的长老，后续他的长老卸任之后，他的生命很凄惨。其实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在家庭、在教会、在许多地方，我们都听过很多这样的事情。在当中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说要彼此相爱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当我们从彼得前后书读完之后，走到俄巴底亚书，这是不是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提醒？我们生命里面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彼此相爱？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活出这样美好的见证，但是也在提醒，不是你把这许多的困难丢给别人，然后说你就是要受苦，你就是要受难，然后自己在享受在当中。有没有看到以东跟以色列就会是如此，让别人受难？你不是上帝的选民吗？你就是应该经历这些啊。所以当中我们常常在这当中落井下石，但是我们一直在讲说，回到上帝的面前来，放下自己，降服在上帝面前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因为你残害你的兄弟雅各，你将蒙羞，永被除灭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真的，你要不要来调整你的生命？敌人攻破城门的日子，你竟袖手旁观；外族人掠夺耶路撒冷，把财宝分赃据为己有，你跟他们是一丘之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袖手旁观，一丘之貉。你的兄弟犹大遭遇不幸的日子，你不应该瞪着眼看。这种感觉是什么？在看好戏。当以色列，当犹大，当这家族这家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旁边人在那边瞪着眼看，在那边看好戏。他们灭亡的日子，你不应该幸灾乐祸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应该嘲笑。是不是就是这样子？是你的生命吗？你的生命是这样子吗？袖手旁观，
甚至跟他们是一丘之貉，也跟着去掠夺了。在旁边看好戏，幸灾乐祸，在旁边嘲笑：你们不是上帝选民吗？你们不是基督徒吗？你不是牧师吗？你不是长老吗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都这样的，在做这样的事情啊。他说：我指明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应该闯进他们的城门，不应该睁眼看他们受苦，不应该抢夺他们的财物。我们看到这几节就在细数以东人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他们也跟着闯进他们的城墙，睁眼看他们受苦，抢夺他们的财物，甚至在交叉路口捉拿逃难的人，在他们遭难日子的时候，把他们抓起来交给仇敌，助纣为虐。所以这所有记载，这一切在家都得罪了上帝。而这当中是兄弟该做的吗？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嫉妒，都在刺猬当中，都在骄傲，都在自卑里面。许多时候我们都在陷入在这当中的时候，去做了那不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上帝的惩罚临到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，不是在看一些根本没有相关的内容，而是当中也让我们反省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陷入在这情况里面？我们是不是也都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？我们是不是也都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？他说：你不应该站在交叉路口捉拿逃难的人，把他们交给仇敌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经文的时候，真的是让我们回来再思想，我们怎么样袖手旁观，我们也成为一丘之貉，也瞪着眼看，也幸灾乐祸，也在嘲笑，闯进他们的城门，看他们受苦，掠夺抢夺他们的财物，然后呢，也捉拿那些逃难的人，把他们交给仇敌。真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在看这许多经文的时候，在这一段时间在读这些的时候，真的常在思想，当我们是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当我们就说我们是一家人的时候，那我们真的在做什么？当我们说我们是一家人的时候，你在这当中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喜欢那种你的孩子一个礼拜、一个月回来一次，然后跟你吃个饭、打个招呼就离开的吗？你有没有喜欢你的家人能够常常聚在一起？不是1年、2年、好几年碰一次面，也不是1个月、2个月才碰一次面。我们希望能够常常在一起，而常常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常常分享。这样的分享当中，也可以互相带导、互相的祝福、互相的帮助，而不是在当中互相攻击、互相嘲笑。其实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也让我回来看这样的兄弟是什么样的兄弟。其实当雅各他从外地回来的时候，其实以扫是很开心的。他知道雅各回来，他很开心，所以他带着300个人要去迎接他的弟弟回来。他已经不再去计较过去抢了他长子的名分，抢了他长子的祝福。他很开心，雅各回来，甚至跟他说：“说吧，你没有地方住，来我那边住，跟我一起住，我们一起住在一起。”当然，从雅各的生命里面来看，他很会算计。而在以扫身上，他应该是很大辣辣的。反正我现在肚子饿，我要吃，就这样，你要给你吧。爸爸要给我祝福，要我吃，要我去打那些东西回来，我就去把它打回来。其实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在当中在发生，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要祝福在他里面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回来思想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要怎么样去经历这一些？当我们看到这些生命、这些情况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生命要被调整？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回到上帝面前来做一些默想，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，上帝在当中要怎么样来带领，要怎么样来祝福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了每一天所读的经文，也帮助我们在当中有更多的省思。主要让我们看见在这许多经文里面，你怎么样来带领我们，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得罪你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有机会回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提醒。现在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去看见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也回来反省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不是也陷入在以东的这样的生命里面，进到这样的状况里面，也让我们去看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被你来调整，让我们不会进入到那种骄傲当中，那种自高当中。在这许多情况里面，也不是在那当中去做许多的设计，许多的陷害，不会成为那一丘之貉，而是我们在当中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真的是活出那美好的生命，能够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守望。现在主，恳求你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透过每一次的读经祷告当中，生命都被你调整，也让我们真实的回到主你面前。主啊，期望我们不是要被你惩罚，而是要领受更大的祝福。现在主，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的恩典、赐福与浇灌。感谢赞美主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，将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赐福，愿主你恩待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将今天的聚会交在主你面前，愿你悦纳，愿你赐福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也是让上帝赐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被上帝分别为圣，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与祝福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